众朋友晚安，欢迎收看1月27日 AM 新闻，我是朱永晓。咱先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。民进党立委关碧玲确定将海委会主委、国安局长陈明通请时，由外交部处长蔡明干接任。过一波寒流到愈晚愈寒，看快所在可能剩6度，另外各地各道上排车多，国五是踢甲真严重。本土病例增加2万多例，比顶礼拜5加3成4。指挥中心讲，过年人伫南北来去，这也是确诊增加的原因。新闻头起先，咱先来关心天气。今日有一波寒流要来，天气愈晚是愈寒。到今暗到休假结束，这是上寒的时阵。看快所在气温可能达到6度。也若交通的部分，因为休假要结束啊，各地各道拢出现上排的车阵。尤其伫苏花公路，塞车是塞甲真严重，甚至有警员去指挥交通，阁无司机互车弄着受到轻伤。车真多，一台排真长，苏花路拢上爆。花莲往宜兰的方向，到下晡已经有超过1万台次车流通过。对早起10点了后，就车多真塞。有民众讲，本来以为要2天休假袂伤塞，无想到这么塞。像这样的时速，你预计到台北多久？差不多。天黑了吧，凌晨了。看到车潮哦，我们现在实施分流管制。目前车流量慢慢在行进中哦。为了疏导交通，在地警察拢去支援，一个新城分局警察骑机车到中正路段时，互一台轿车弄到，真侪所在车受伤，加载到病院治疗了后，人无要紧。这个车道原是以上北车流为主，各个头城路段往中道也捌出现时速20以下的桥色路况。高公局有告各个上北会塞到深夜。另外，这个车次原是以上北车流为主，提醒民众爱闪开车多时段。分流的建议部分，西部国道北向建议中部地区可以在中午12点前出发，或者是调整行程在初7以及初8再出发。谷物北向呢？目前车流已经出现了，建议民众也可以调整行程，移至隔日的9点前出发。年到最后，佫一波寒流，愈暗愈寒。气象局对21县市发出低温特报，其中嘉义市以北、嘉义南关，看快所在可能来到6度。整个最低点的时间点，它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一整天，一直到后天的清晨。其实，像北部的话，可能这一段时间可能大致上都可能在12度或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了。那目前来看，最低温的话，我们是预报到都会区大概是8度左右。那沿海空旷地区有机会来到再低个2度左右。气象局提醒，一直到1月30开工迄天，寒流才会慢慢减弱，不过透早的温度永远是偏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过年4个人拢吵，加上阁有寒流来熬减着，各地急诊是无用试试，为了每到初5。屏东的基督教病院就超过2000个人挂急诊，呼吸道的病就占4成。另外，今日国内加2万多的本土病例，比顶礼拜5是加3成4。指挥中心表示，过年期间人是南北来去，聚会也真多，这也是确诊增加的原因之一。寒流来，天气冷叽叽，民众出外外套甲帽啊拢穿掉咧。另外，7国内新增加24109例新冠本土个案，241例境外移入，15例死亡。新增病例数比顶礼拜5增加大约34.9%。指挥中心讲，过年来去，可能也是确诊数升悬的因素之一。第一个原因是过年期间这个个案数的一些回复，在春节期间因为南北交流，所以个案数似乎有增加的趋势。另外，什么时阵会使解除室内挂喙罨的禁令？有医师建议，离结婚会使注明倒一寡室内场所必须爱挂喙罨，像是风险较悬的医疗院所、长照机构甲大众运输，其他所在是会使放宽挂喙罨的禁令。我们在2月份以后，我们可以用正面表列的方式去强制规定，在某些属于高风险的区域，还是持续进入这个区域要戴口罩之外，那其他的区域就可以放宽这个口罩令。指挥中心讲，挂喙罨的禁令是毋是搁放松？年后相关部会会来讨论。另外，过年期间，若各地景点真侪人，南北病院急诊室也是真无闲。过年到正月初5，土城中基病院急诊人次有1469人次。屏东基督教病院是有2136人来挂急诊，急重症病人比往年拢较多。呼吸道疾病也变多了，大概有占差不多30%病患的左右，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化加剧的关系。在这6天里面，我们大概有12位的心肌梗塞
的患者。医师提醒，抵抗力较歹的囡仔、老人爱避免出入人挤人的公共场所，减少互人挖到机会。流慢性病的患者爱注意天气的变化，也莫因为出去佚佗，甲人斗阵食饭就家己乱停药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总统蔡英文正式宣布讲，前副总统陈建仁会接行政院长。蔡总统也把4项任务交予陈建仁。陈建仁强调，会予台湾成做幸福的国家。因那苏贞昌也要伫3节召开临时议会，带内阁总司职3一就会办交接的仪式。整个执政团队会团结的继续带领台湾往前迈进。伫个总统蔡英文见证之下，前副总统陈建仁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握手交班，强调新旧内阁会当来传承致接，通互国政顺势相续。总统蔡英文27正式宣布讲，迎接后疫情的回溯，陈建仁会来接任新的行政院长。除了讲希望会当来组成小路严硬的新内阁团队，嘛交付4大任务。这个4个任务就是阶段性完整的防疫措施、社会照顾体系总检讨、小线来提升国家的基础建设，也有来策动6大核心战略产业。陈建仁嘛讲，头起先真丢毒，不过国家若是需要伊来讲，伊愿意放下自我来尽忠国家。而陈前总统的温暖、无私、奉献，正是当前疫后社会疗愈、照顾人民生活、团结建设国家最合适的行政院长人选。责任来了，我就勇于承担。在未来500多天的日子里，整个行政团队会努力的来做好我们的任务，也就是每一天稳健的推动各项的政策。国际情势改变来冲击着台湾，陈建仁强调讲，新内阁团队上任了后的3大目标，就是要来强化台湾的经济韧性、环境韧性，也有社会韧性，会全力来互咱台湾成做幸福的国家。另外，总统蔡英文嘛特别感谢苏贞昌伫个上困难的时阵来担起重担，面对100年的瘟疫，伊毋但讲来守调非洲的低温防线，还佫稳定疫情，和维持经济的稳定成长，来策动婚姻的平权法案，还佫开放美猪进口、兵役的改革。相信带着行政团队必能展开一番新局。总统蔡英文表示讲，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期待讲新的内阁会当无私奉献，照顾人民的生活。苏贞昌嘛来祝福讲，期待新内阁伫国人的愿望之下，会当来开创新世面。爱加油哦！记者综合报道。除了确定陈建仁、郑文灿接行政院的正副院长之外，秘书长李明干也要留任。有海委会主委确定是由民进党的立委关碧玲来接，原来公安局的局长陈明通请时，由外交部的处长蔡明安来接任。前副总统陈建仁接行政院长，确定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做副院长，秘书长李明安留任。新内阁团队就要开始运作。时代力量讲，苏贞昌是蔡政府在位上久的行政院长，也是乌金实政、网军上创手的时阵，希望陈建仁开创新局，优先处理共享经济成果。民众党是批评歹戏总算结束，苏贞昌任内台湾的贫富差距是10年来上严重，将在政策拢做不好，因会继续监督。内阁名单也应该要尽快来去提出。到底是全面改革还是部分改组？这个改革的决心跟魄力到底有没有办法贯彻？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。陈建仁内阁增加女性入阁，除了经济部长王美花、劳动部长柯秉春留任，民进党资深立委关碧玲将会接海委会主委，是海委会第一位女性主委。伊以前伫咧上修法要重发中国的盗沙船，伊即马要安怎做，大家拢等你看。海委会就设在我们高雄。未来管主委势必能发挥沟通能力，让海洋事务更熟络，跟立法部门协调更顺畅。国安局长陈明通因为讲列林地跟论文抄袭的代志，请辞获准，由外交部处长蔡明安接。相对于陈明通来讲，他在两岸方面还有情报方面，可能
经验还是比较缺乏。小英总统一时找不到适当人选的状况，可是又必须对内对外交代的情况底下，我想由蔡明燕这个学者出身的外交部政次来接任，基本上是一个安全牌。蔡明燕有外交官的背景，学经历真完整，不过做政府单位的头，过去真罕见，以后的挑战真多。对此，江启臣认为，这是蔡总统拍安全牌，是要做总统加国安系统沟通的窗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德国和美国则都宣布要提供先进的战车给乌克兰来对抗洛西亚。洛西亚说是随第2日空袭基辅，攻击能源设施，佮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，10个人受伤。伫基辅2个行政区听到真大声的爆炸声音，这个城市南部有几多栋不是徛过大楼被射到，造成死伤。乌克兰总理史米加尔讲，俄罗斯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设施。要拿基辅目前的温度是伫咧0度以下，百姓无电通经，无法度开暖气。南部挖乌海港至敖德萨历史中心，25则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录内面。二人即天就看到当地居民排队伫咧潜水，进前因才因为电厂被轰炸，无电通经。Ну, вы понимаете, мы не можем даже в связи с тем, что центр Одессы и Одес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входят в спадщину ЮНЕСКО, мы не можем сказать, что товарищ Путин, придурок, не обстреливайте наш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ый город.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扎鲁兹尼讲，因的防空系统甲俄罗斯射来55粒飞弹，其中的47粒拍落，伫内面还佫包括1粒比索及音速飞弹。另外，又佫甲俄罗斯24台无人机拍落，包括伫咧基辅周边出现的15台。德国、美国宣布要提供先进的战车给乌克兰，来帮助因对抗俄罗斯的入侵。不过，安尼先做，互俄罗斯真受气。欧洲甲西方民国否定涉入战争的冲突，不过波斯国当局认为因就是有。Все, что делает и Альянс, и упомянутая мной столица,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прямая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ь. 伊伫看目前，莫斯科甲基辅拢是靠苏联时代 T-72战车，估计伫咧春季发动新的地面作战。乌克兰一直向外寻求先进的坦克，就此要突破俄军的防线，夺回伫咧南部甲东部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民众趁过年休假到山顶行村，不过消防无咧休困，爱来处理意外。亲像花莲甲宜兰拢发生事故，因为有消防的救援，民众才会当平安落山。伫新基港落地德兴运动场，防救起来4万的爬山的人，随即坐上救护车到病院。花莲县消防局第2期接到报案，这个登山客原本伫登山队第2日入山，不过因为特别着脱队，27伊感觉家己喘气的喘加上扫，患有气水肿，发电报来求救。航空器及集结地面部队前往搜救。9点45分完成调告。山区分真高，空军总队出动直升机，顺利把登山客救出来。年节期间，为咗民众安排登山活动，这个初5下晡，伫宜兰苏澳也发生一个姓黄的登山民众脱队了后，脚救紧，因为地形真惊，发出求救信号，搜救人员去找伊，找到了后，利用引数协助民众爬起去，并且护送到大高登山公路上。加派人力，以绳索方式、牵引的方式，引导他撤离至我们的那个台九线上面。消防队提醒民众入山进前评估家己身体状况，嘛要注意天气变化，尤其有个寒流报道，入山进前一定要穿好防寒甲通讯的设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婚姻有一位民众为了妹脑中风脑死，家属也决定讲家己的器官全部捐出来。台中营总医护人员为少人着放弃过年休假的机会，回来上班，就是为着争取时间，紧做这个刷器官的手术，至少互20个人会当得到新生。敬礼。医护人员向病床顶的林先生致敬，要世界送去手术房替8类器官。2月过年即天，婚姻的林先生因为小脑出血，并发广泛脑室出血，而且压迫到脑干，也就是出血性脑中风。经过判定脑死了，家属经过讨论决定，把所有8类器官拢捐出来。台中营总伫咧23、初2紧急调回医疗团队，做替8类器官的手术。刚开始先进行一些剥离的动作，那最后大家
进行的准备差不多的时候，然后由心脏开始血管夹住，然后就开始取心脏、肝脏跟肾脏，所以这要同步进行。为了要争取时间，几多位医疗团队共时作业，把捐赠者的腹内器官摕出来，尤其是五大器官摕来了，爱随每下适合的受赠者做移植手术。医疗团队讲，重要器官腹内不应放伤久，长时间无响起，受赠者也要伫咧24初3做移植手术。最好不要超过4个小时。这4个小时就是缺氧时间，时间过久，这心脏你给它种下去以后，它就会早期的功能会不好啦。今天都赶不起来，我还很不行。台中营总讲，除了重要腹内器官，捐赠者也捐做目睭的角膜、加38片皮肤的组织，估计让帮助至少20位病人，会让互因得到新的人生。捐赠者的大爱会让继续延续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光病院医护人员有组一个乌克丽丽社团，时常伫病院咧唱歌鼓励病人，希望用音乐安打病人的心心，让病院的气氛变较温暖。在乌克丽丽的伴奏之下，好听歌声安达人心。这是新光病院病房区原来乌克丽丽社团无定期到病房唱歌，为病人加油。断院开刀1礼拜，陈阿姨看表演了后，忍不住感动到目屎。我今天没有笑容的看到你们。对，病人会说，好像听到音乐之后，就比较可以忘记说，我今天是在做治疗，我现在是在打一些药物，然后有一些副作用，有一些不舒服，在当下他说他都忘记了。由医护人员组成的乌克丽丽社团，在1807年1月成立，今年已经第5年。当初是由增加音乐的医护人员发起，完全是想借音乐来疏解工作压力。想不到公开演出了后，口碑袂歹，陆续有医师、护理师、各管师加入，目前有10多人。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工作，开不完的会，写不完的报告。那到了每个星期五的话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。新冠疫情期间暂停院内演出，不过因有时也是派家去到街路快闪表演，或者是爬山锻炼体力，亲近大自然，也对身心健康有帮助。我会带着伙伴背着乌克丽丽爬抹茶山弹琴的，或是爬基隆山弹琴的。所以我们实际上，一来是因为乌克丽丽很轻巧，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不止在院内，我们还可以带着四处走的。不管是大家熟悉的老歌，或者是上新的流行歌曲，拢因透过乌克丽丽的表现有近距离。因为到病院大部分是心情无好，看病需要治疗病人，不过因用音乐来疗愈人心，也带予病人甲家属满满的能量甲希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新竹有一个高中生，伊无论伫学校还是厝里，都用台语讲话，甚至上课记重点也用台语文写。伊希望鼓励大家做伙来用母语。这款理念有影大家钦佩。对册包摕出一本一本的笔记，掀开甲看，内底是上课的笔记。上特别的是，真侪拢是用台语罗马拼音。目前读高中2年的彭怀恩，无论是伫厝内，也是来学校上课，平常时参同学开讲，拢是用台语。伊有家己准备一个簿仔写台语、客语一寡物件，所以我平常时若是有看到，就会甲伊问讲，这个词是啥物意思？伊就会甲我解说。之前我有受到歧视，就是我咧讲台语，就有人听无，就有同我讲用华语讲，你可不可以说人话？我感觉这是较稀微的代志啦，就是安怎伫台湾用家己的母语来讲话，结果煞互人安尼受到歧视的对待。学校老师讲，彭怀恩是一个真特别的学生，尤其是伊对本土语言确实真热情。我也非常鼓励他用闽南语去表达他的想法同学其实耳濡目染之下，也常常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回应。其实课堂气氛因为有这样子双语的一个融入，其实是很活泼的。各种课堂上面用一些本土语来互动，让我们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
然后有时候在校园里面听到这样的本土语，也格外的亲切。其实彭怀恩不只对台语文，伊对客语嘛真有兴趣。面对目前台湾本土教育环境，嘛真有家己的想法。国中、高中嘛爱修本土语言课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开始。不过比例犹原是较少，因为台语即嘛，若是台语啦，客语、原住民语，伫台湾拢算是一个较弱势的状况。就是其实真侪少年人拢袂晓讲家己的母语啊，所以要安怎甲即个语言救回来，其实佫需要佫较侪想法。希望你有同款的梦，咱人做阵转来一起到。当然，音乐课大家轮流上台唱歌，伊所选择的歌曲嘛是台语。彭怀恩讲，台语对伊来讲，早就已经是生活当中上主要的语言。未来会继续向大家推广本土语言的重要性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最近，国家影视厅中心举办台语片浪漫史的影展，放送经典的台语爱情片。另外，佮推出活动，和爸母约会看电影，囡仔会使寄伫边仔教室，读绘本来学台湾电影史。诚心甲跋一杯，即阵伫新北市的国家影视厅中心，当咧举办台语片浪漫史影展。开展的头一天，拄好当着年节，只要买票就会使参加跋杯比赛，拼奖品。我们住这附近，然后我们知道这里有电影展，那刚好我们今天就是娘家聚会，就是想来这边看看。前面3个的话是秋杯嘛，然后第4个到第6个才是醒杯，所以我就得到一张电影票。哦，有啊，那个大家文化路，水看马呀嘞。这里。大峡梅花鹿在哪里？这家。等等找呀，你们好厉害哦！老师参2个囡仔坐伫咧涂骹，手头人的是台语片《大劫梅花鹿》的翁仔，用翁仔讲电影史。影视厅中心佮推出爸母看电影、囡仔读绘本的计划，爸母安心约会，欣赏台语爱情片的同一个时间，囡仔会使伫边仔教室读绘本。影视厅中心到今已经出2本绘本，第3本按算伫后个月出版，希望用绘本推广电影教育。就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知道什么是拍电影，然后拍电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然后他是把脑袋里的梦想完成出来的一个很有趣的魔法。台语片浪漫史影展为1月17开始到2月16，伫国家影视厅中心放送，大人囡仔拢会使做伙来认捌台湾电影的历史。记者林思豪、张玉水新北报道。天气是愈来愈寒，咱做伙来看各地头的气温资料。基隆到新竹8度到11度，苗栗到云林是8度到16度，嘉义到屏东是7度到21度，宜兰花莲台东是8度到17度。宜阳金门马祖是4度到11度。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，我是朱永晓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